讲道和上帝空间，请郑牧师。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静静进入你的圣殿，阮亲戚要过的囡仔，期待妈妈为阮备办丰盛的宴席。主，阮亲像一个伫外面受着委屈的囡仔，阮都来到你的圣殿，阮恳求主，你用你的疼，佮就爱充满阮。主，愿你的圣神进入阮的生命，填满阮生命这个杯。主，阮也愿意伫你面前，将阮心中最遐个垃圾污秽、粪扫、捆绑，拢摒掉，拍空虚阮家己，伫你的面前听候你的充满。阮恳求主，你对阮讲话，用你的圣神帮助阮，祈祷我个所有性命。阿们。咱明年要做伙妇女团契，要读一本册，叫做《给上帝空间》。什么叫做给上帝空间？耶稣对世间的讲道，一篇叫做《八福》。伫伊第一句话讲：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意思就是，咱的生命的心内，若无扫清气，无将遐个垃圾污秽侵占上帝要徛起的空间，那安尼咱就无法度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就亲像一块杯啊，伊原本已经缀真侪遐个无好臭酸的物件，咱若无甲摒掉，上帝伊搁较济会充满伫咱的内底，咱犹原毋是属灵的灵来灵呢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。听咱的祈祷，因为给上帝空间是一个基督徒真要紧的智慧甲态度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对这个时刻开始，到你一生的路尾，常常做一个真要紧的操练。因为耶稣教伊学生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愿你的国临到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这个就是摒空家己，领受上帝充满的祈祷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同齐来读这本的册，这是明年要读的一本册。但是更加要紧，就是当咱还未拍开这本册、读这本册的时阵，咱应该养成一个态度，就是甲主讲：主，我摒空我的内心，求主你即时充满运行伫我的生命中。我尊你的名做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伫我的心内，亲像伫天堂的所在，毋是伫地上，毋是伫外面，毋是伫别人。主的名伫我的心中受尊敬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伫我的生命中，照你家己美好的旨意来成就。兄弟姊妹，代笔的祈祷。非常会当帮助咱，因为上帝感动大笔，大笔嘛常常甲伊的囡仔讲：你伫主的面前，你都爱大大开嘴，因为当你伫主的面前用骄傲的心，伫主的面前拍开你的嘴的时，我就要大大来充满你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也即你相信这个上帝要养起你嘛？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！照你家己美好的旨意，因为互上帝空间，其实就是互咱家己空间。互上帝空间，就是拍开咱的心门，互主进入咱的内底。所以启示文的中间讲，我徛伫启示录，耶稣的话记载伫启示录讲，我徛伫门外拍门，既然听见我的声音，愿意拍开伊心门的人，我就要进入你的内底。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祝福。原来也亲像玛利亚，有一个真要紧的祈祷，记载伫路加福音的起头。玛利亚听见天使的话，上帝伫伊的生命有计划，所以玛利亚伫心中讲：我心尊上帝最大，我用我的上帝做我心中幸福的源头。
我心尊主最大，我的心用上帝的拯救做我一切幸福的源头。愿咱亲像玛利亚，咱伫主的面前尊主最大，这是今仔日上帝所要给咱的祝福。互上帝空间，其实就是用敬虔的心，伫你的心中准备，将你的内心内这个心房摒扫清气，因为你相信，当你来用清气的心听候的时，咱的主耶稣要进入你的生命中。这你知影，这是偌重要的态度嘛？如果咱若真正恭敬准备，迄个掌管天地、创造万物的上帝，伊就要进入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。你若相信，你就要对你一生少年到年老，永远无孤单，因为这个上帝要甲咱三合伫地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咱同齐的誓约。今仔日这个礼拜嘛是一种信仰的告别。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我的家庭要永远为你来开放。主，我的内心要互你掌管。愿你的圣心帮助我，用主耶稣保护洗清我的心内。耶稣永远伫我的心中来掌管我的生命，这就是八福的开始。所以耶稣讲，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。国语安尼讲，迄叫做虚极。虚极的意思就是摒空家己，将你心内已经侵占、已经占满你的内心，互你无法度再得到祝福。你摒扫出来迄个空间，互上帝为你备办的真理，互上帝为你备办伊的计划，会当亲像玛利亚，伊讲我心尊主最大，我的心用摇花我的上帝做我的欢喜。愿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听咱的祈祷。我们要鼓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毋是一种圣经的知识，今仔日的礼拜是一种的邀请。就亲像每年10月，马约翰牧师要搁再来，但是搁较要紧兄弟姊妹，毋是什么人来，是上帝来。你知影吗？毋是遐真高的演讲者来。毋是遐真出名的牧师来，毋是真高演讲的人，伊讲遐知识甲真侪的道理。伫马约翰牧师也未来进前，咱若准备好势，其实圣神就将满满的祝福放伫恁的内底。所以每年马约翰牧师若来到咱的中间，咱多数的人是要用欢喜的心，甲伊讲：马约翰牧师，你有的我嘛有。我也要听到你的陪练，我也要听到你带阮的查经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迄个祈祷，上帝为阮生命做充满的工作。马约翰牧师，咱的上帝是阿门的上帝，因为伊有互你，伊嘛互我。阮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静静伫伊的面前。马约翰牧师这本册的第一个序言。伊请一个牧师替伊写介绍，这个牧师伫起头写一个小小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咧讲起，有一间教会，有一个老人，每一日照伊固定的时间，每一天，拢安静进入伫礼拜堂的中间，静静坐伫遐。真久的时间，伊的面容。充满迄个满足、欢喜，拢无讲过啥半句话，伊就静静，逐工拢安尼坐伫迄个所在。后来迄个神父挡袂牢，伊真好奇，因为看起即个老人逐工拢来，伊就甲伊开讲。伊讲：你为什么逐日拢进入伫礼拜堂的内底？即个老人甲伊讲：每一天当我踏入礼拜堂。我静静坐伫礼拜堂的中间，我的上帝就来坐伫我的身边。当我进入礼拜堂的时，我的上帝就来坐伫我的身边。伊甲我做伙时，我毋免讲话；当伊甲我做伙时，自然而然，伊的疼、伊的平安、伊的喜乐，
就充满伫我的内心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讲了真好，伊毋是故事，这个就是一个圣经内底真多一再重新讲，搁再讲。伊讲你若大大开嘴，我就要充满你；伊讲你若拍开心门，我就要进入你内底。所以，无论咱的生活拄着心中的坚固，迄个风永远袂起来，因为上帝讲：我所开的门，无人会通关；我所关的门，无人会通开。咱的心中若互上帝丰盛的画面充满，咱才会当写出来迄种的祈祷词，亲像大笔。伊讲：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要安然徛起。我要真欢喜，咱的教会兄弟姊妹，恁听讲道了后，恁常常有真积极的回应。当牧师邀请恁陪恁的囡仔做读圣经的工作的时，我知影，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虽然无甲牧师报名讲，我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甲我的囡仔做伙读经言，但是我知影，咱中间有真侪人，就这种的感动，就开始甲你的囡仔做伙读经言。我嘛知影，咱中间有的人，伫无久的将来，你会甲你的囡仔做伙读诗篇，因为你嘛相信，诗篇就是一个上好学习祈祷的课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礼拜堂的时，咱真正是来享受上帝稳定的滋味，无一个人空空离开上帝。愿你每一摆安静伫伫礼拜堂的时，毋是牧师陪伴你，是牧师的上帝，你的上帝，咱的上帝，伊无时无刻拢甲咱三合伫地。这是咱今仔日的金句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每一摆我来到礼拜堂的时，求你拍开一个礼拜堂的门，互我亲像哈利波特。因为伫这世间咧行天路的人，有真侪人咱行的路，无亲像哈利波特内底咧真神秘奥妙，迄个一个穿越时空，进入伫另外一个神圣奥妙的世界。代表的祈祷讲，求你为我拍开义的门，我要进入学了我的上帝。伫你祈祷了后，你要听去天使讲，接来，这是耶和华上帝的门。独独只有清起心肝的人会当进入，因为代表讲，治水会当上耶和华的山。恁还会记这段诗篇内底这句吗？什么人会当上耶和华圣洁的山？西奈山、锡安山，伊讲是手洁心清，对手清气、心清洁的人。意思就是伊做任何代志，拢正直。伊的手无迄个无公平的侵犯，意思就是做生意甲人交配，伊的天平是毋是真公平、手清气、心清洁？这种的人会通进入上帝的圣殿。愿主甲咱讲，入来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两个祈祷，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，第一个祈祷就是甲咱的天父上帝，天父，我需要你，请你进入我的家庭。天父，我需要你，请你进入我的婚姻。天父，我需要你，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间。天父，我需要你，求你进入我真理学习做学生的这个使命的中间。主，你进入我的脑海，互我心中充满你奥妙的智慧。咱中间有人问妈妈讲：“妈妈，为什么箴言中间讲到智慧的事，伊用女性的她来形容智慧所要做的工作？”我嘛唔知，但是圣经伫箴言中间，所罗门伊写智慧这个字，智慧这个字就用个 Sophia。这个字本身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话，伊用妈妈还是讲用女性的词性来写这个 Sophia。
这个字就好亲像咧甲咱讲，上帝圣性亲像妈妈。当你安静听候上帝的话的时，圣性要亲像妈妈，甲你陪伴你逐工所需要的食物，这个属天的美娘。智慧嘛要亲像妈妈，伊的灵水要互人得到永壮甲健康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受圣神的感动，咱常常来到主的面前。自每一天我拍开我的目睭，伫天光的时，第一个我要见的人，毋是我的太太，我的丈夫。每一天我踢开我的目睭，我第一个期待就是我看到上帝你慈爱的面，亲像妈妈。所以求你帮助我，伫我枵过的时，我向你祈祷，我就听到上帝你讲，你大大开嘴。我要予你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气。主听人的祈祷，主讲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我要充满你。上帝所听的年轻的基督徒，教会的这囡仔，做上帝子儿是极大的幸福。牧师真感动，恁伫这个年纪，我知影。伫即届的生活营中间，恁有真侪人使用，决定要开始认真来读圣经。牧师为恁祈祷，伫恁安静的时，即个陪伴迄个老人的圣神，伊嘛要陪伴恁，互恁通过圣神妈妈，互恁通过圣神妈妈，恁的生命就得到祝福。对即时到恁年老。耶稣有安尼甲咱邀请，伊讲：我徛伫恁的生命门外，我来拍门。你若愿意，你为我拍开你的门，我就要进入你的内底。也即你今仔日你愿意，过一摆为了主耶稣拍开你的心门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将咱的心门拍开。检查这个时刻，你的内心有真多困难，但是你会记得耶稣讲：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我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这个耶稣会通为你背你的重担吗？你相信你的耶稣伫门外咧拍门的时，当你拍开门的时，伊毋是亲像迄个推销员 sales 伫你外口。伊会问你讲：我会通为你做什么？兄弟姊妹，你愿意拍开你的心门，回答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需要你为我的生命中间做什么种的工作吗？这是一个白白的祝福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祈祷的时，咱的主耶稣就进入咱的生命，亲像马太福音。上尾章上尾节，耶稣讲：我就甲恁三甲地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现在注意听这句话。主耶稣讲：我就甲你三甲地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现在对你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口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你的心相信，你的嘴承认，对迄个时刻。咱的主耶稣就无放咱做孤单的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主的面前，咱每一个人，拢真正对心中甲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需要你踮伫我的内底。今仔日的宣调，灵感会记得手个长老用对一节的圣经做宣调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伫我的对敌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，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互我的杯满出来。稳定甲慈悲，伫你手中这个生命的杯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我的主耶稣嘛要永远踮伫我的心内。任何的试探，任何的威胁。任何的攻击，
魔鬼所压到最引诱的话，拢袂通互咱跋倒，因为主徛伫咱的门内，替咱过门。主听咱的祈祷，今仔日的礼拜，既然愿意将你内心的遐垃圾污秽本色，我所写这句句话，抑阁无通代表咱所有的咱的生命内底的心情，包括惊吓，包括动荡，心内苦楚，心内唔愿，心内受气，心内孤单，当要因为上帝所显出的信望爱，人来得到满足。有一届我甲恁分享讲，信望爱其实就是咧讲起上帝过去的礼物，上帝今仔日的礼物，甲上帝将来的礼物。有人袂记得，敢若会记得牧师有讲过遮，伊就问我讲：牧师，你所讲的遮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信就是相信圣经所记载过去上帝所做的故事。所以，因为圣经所记载的话，我就深深相信耶和华是信实的上帝，伊会稳定到万世代。所以，信就是过去上帝的作为。今仔日咧，上帝讲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，所以这个听幸福的感觉，就是对打开始每一个基督徒点伫主耶稣的灵面。甲伊的慈爱的内底，噩梦是什么？因为我相信圣经，所以今仔日的世间的言语、智慧、主张、理论，拢袂通赢过上帝的话。所以我活伫上帝的慈爱的内底，也因为安尼，我的生命有一种无人会当夺取去的噩梦，噩梦。放伫头前，当我看到噩梦的时，我就相信，无论我亲爱路安怎弯弯曲曲，无论我亲爱拄着什么种的重担，我的上帝永远伫头前来听候我。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，伫恁发出这个祈祷讲，主我拍开心门邀请你的心，互上帝空间有几种的工作。你个人心内这个心灵，圣经讲这就是圣神徛起的圣殿。佮有耶稣是我一家之主，你的家庭的空间需要为主来拍开。咱的教会是上帝掌管的教会，所以上帝伫咱中间做头，伊讲的话遵守。伫你出外去，你的工作。你的职业，你的任何交际应酬，你的做人处事，这拢伫上帝的手中。咱有上帝空间，咱就要看见上帝的作为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得到上帝的话的激励，因为上帝欢喜腓立特会的教会。这间教会伫启示录第3章记载，伊毋是一间完全的教会。但是圣神学了这个腓立特会的教会，伫因还无完全的中间，上帝天使学了讲，伫这间腓立特会的教会无完全的教会中间，也有淡薄的人，因的行为只要有淡薄的规律，因绝对遵守上帝的话，无弃杀上帝的名。求主人民得等教会，就是咱共同的教会。但是是间无完全的教会，包括牧师对圣经的了解，其实嘛还阁真无够强。徛伫这个所在解说圣经31年，我愈来愈感觉，上帝为无限的奇妙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伫主的面前，跪落来伫圣经的面前，咱伫主的面前跪落来。咱甲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拍开我的目睭，互我读有你圣经的话。如果我相信，如果你若愿意用这种的方式，就是跪咧读圣经。我相信咱中间足少人跪咧读圣经啊。
但是毋是肉体跪咧读圣经的安尼尔，是你心中真正谦卑，用你的灵魂跪伫上帝的面前。上帝的话要成做咱生命的光，要成做咱生命的灯，主甲咱三甲地点。因为约翰讲，上帝的话道成肉体，踮伫咱的中间，充充满满有稳定甲真理。兄弟姊妹，当你拍开你的心门，互你的生命有一个空间，其实伊真正的意思就是，你邀请主耶稣道成肉体，踮伫你的生命的内底。迄个结局就是有稳定、有真理、有稳定、有真理。主是信实的上帝，伊要掌管咱的生命。好，第二个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牧师要邀请恁做第二个祈祷，就是咱个定心、认真、认真、谦卑，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。你讲上帝，我来到这个世间是因为你的安排。主，我出世伫这个世间有你的计划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你来到这个世间有特别的计划吗？原来你主的面前，谦卑将你的生命交给上帝。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成就美妙的大事。上帝伫咱的教会31年中间做真多故事。我嘛相信，伊要继续伫咱的中间做工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亲像玛利亚，伊伫主的面前，我的心尊主最大。迄个有权能、有权柄的上帝，伊为着我的生命成就了大事。也这你愿意这个祈祷是你的祈祷吗？你愿意玛利亚成就上帝奇妙的计划时，你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上帝嘛甲你分别做成，伫咱生命中间成就大事。不是最好的生命，我不要。你捌听过牧师安尼甲恁分享？咱不是贪心的教会，但是上好的生命就是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你的生命的内底。无论你行到世间的什么所在，人看到你，就亲像看到上帝。今仔日伫咱的旧约的经文，诗篇126篇第1节到第6节，外邦人看到以色列，因就讲起上帝伫以色列人中间成就了大事。我所常常鼓励恁，当恁读到圣经有感动的时，你甲上帝讲，伊有诶，我嘛要爱有。上帝，你伫3000年前，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成就奇妙的大事，甚至伫400年前、600年前，伫埃及的中间成就了大事。今仔日你犹原要伫我的生命中间成就了大事。求天父上帝伫咱中间做工，兄弟姊妹，互上帝空间做工，伫你的事业，伫你的职业，伫你的婚姻，伫你的工作，伫你的考试，伫你人生中间的渴慕、愿望、民望以上，互上帝空间。毋是咱有啥物了不起，是当咱拍开咱的心门的时，上帝反倒当互咱空间，因为咱是鸡仔多鸟仔长，咱的生命无论哪拍开吼，兄弟姊妹，其实咱是一个真小气的人。我有时感觉外边拜拜的人，因的奉献比恁较歹势啊！互我譬如是咧，基督徒有时咧奉献真小气。我毋是讲恁小气，毋是，但是我要鼓励咱，就是当咱鸡仔长鸟仔多，咱真有限的回应的时，耶稣讲，迄个时阵，上帝国就临到。恁听迄个意思吗？咱真哀客、真碎的心胸，上帝要将真宇宙的宽广，遐尼大，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
当然有人拜拜真甘，目的是伊愿望伊奉献较济，伊得到较济。但是咱毋是，咱伫主的面前是出于欢喜。主啊，我不但奉献金钱，主啊，伫你的面前将我的性命嘛交予你。兄弟姊妹，用祈祷拍开你的心门，伫主的面前恳求主，将伊的话写伫你的心内。上帝用伊的镜头啊，写伊的话伫西奈山顶，予以色列人。耶稣用宽面，甲伊身边的学生讲：，恁着听上帝，佮听厝边亲像家己。今仔日咱的上帝，伊嘛要将伊的话继续写伫咱的生命中。做基督徒常常到咱一生的尽头，你拢没有这种的感觉。喜乐阿嬷就是安尼，伊讲我的心声亲像一个迷茫，我实在无做啥物。咱的人生确实有一日咱见上帝的事，一步搁一步，你要感觉你的人生亲像一个梦。伫这个梦中有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咱亲像做梦的人，伫每一个阶段，甲上帝讨无共款的物件，咱无了解。忽然有一日到生命的尽头的时，咱才了解上帝将真多的目屎，甲咱串联出一罐宝贝的珍珠。每一摆忧伤悔改所流的目屎，上帝珍惜，伊就是一粒宝贝的珍珠。上帝予咱的人生就真多，一个真水生命的冠冕。然后，咱的身边的人就会讲：果然耶和华伫因的心上做了大事。阁有咱嘛家己知，咱伫忧苦流目屎夜睛子的事，咱要欢欢喜喜。阿门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成就伊美妙的事。兄弟姊妹，愿你我咱的祈祷是一支锁匙，这个锁匙是带咱经历上帝伊的计划的锁匙。咱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我要奉你的性命开你爱我开的门，我要奉你的性命关你爱我关的门。愿主你甲我三甲地地，因为至圣的羊羔，上帝的圣羊羔，伊就是举这个锁匙的基督。伊就是举这个锁匙的救主，伊所开的门，无人会通关；伊所关的门，无人会通开。愿咱用基督的心拍开咱的心门，互主的话入咱的心。每一摆咱的查经，每一摆咱的祈祷，咱拢伫主的面前讲哈利路亚。这就是今仔日上帝对咱所讲的话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圣神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罗卜所讲无完全的话，你已经照阮的兄弟姊妹因的需要，伫因的心内对因讲话。亲爱圣神，阮恳求你继续对因讲话。你的罗卜未肯定，但是你是阮生命的老母。阮恳求你，将天父上帝奥妙对你的囝儿、查某囝来光明，互因为主你的话，就生活伫光明中间，人就知因是上帝光明的囝儿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的名声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。阿门。